安南区的土城国小庆祝建校100周，将伫咧4月2号举办校庆活动。校方热情邀请土城国小毕业校友，同工会当做伙转来到母校，参与这次100年庆书。土城国小建校100年，欢迎你回来。土城国小100年校庆活动，我们即将在4月2号开始。我们当天呢会有杰出校友的表扬，然后我们还有市集活动，还有社区的1200公尺大队接力，以及我们3代同堂的合影。中午呢更欢迎校友回娘家，我们做一个感恩餐会。我们期待所有的校友们都可以回来土城坐坐聚聚，回忆儿时的时光。真侪贵宾也拢出席宣传记者会，其中高龄92岁土城国小恭贺后第一届校友郑丽，除了校长支持，经现场捐出10万块赞助校庆活动。真欢喜，会当诶，这好好建设再有改变，改过去的是尔，那像继续美观的就对了。第一届的郑丽先生也捐助了10万块，让整个活动能够圆满。那希望所有的乡亲和土城毕业的所有的学生呢，能够在4月2号回娘家，共同庆祝土城国小满100年。咱4月2号是土城国小100年校庆，为了咱的100年校庆，恩委托市长姚专家来到学校帮忙宣传。那咱土城国小非常的用心，结合着咱土城六里门圣母庙，即届来大力来推广，来庆祝咱土城国小的校庆活动。咱有祖孙3代回娘家的活动。那当天呢，咱会有这个板凳来欢迎咱所有的校友，也有咱所有土城砖头，会当讲趣味竞赛，互咱各地呢拢做伙动起来。迎接100年校庆，土城国小师生专体总动员。为活动前1个月开始，每天拢伫咧发布校庆倒数宣传影片。4月2号同工，也将安排3代以及4代共同校友，转来到母校参与一系列庆祝活动。校方也欢迎各界做伙来庆祝土城国小100岁生日快乐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